月乐，有什么事情就不要藏着掖着了。当前的情形，想必太皇太后一清二楚。我大清的半壁江山沦入了叛贼吴三桂之手，不知太皇太后有什么评判的良策吗？我在听你讲了。这场祸事全因撤藩而起，奴才以为皇上三藩早成二心，他们撤藩与不撤藩，早晚要反，错不在皇上。这话当然也可以这么说，可是毫无准备的撤藩，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。是。据我所知，撤藩是经过廷议的，你们几位王爷也都是点了头的。何况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一时失利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我这个做华安奶的，已经打定主意与皇上共度难关，也希望你们诸位王爷能以祖宗江山为重，和朝廷分忧。这个自然。不过，宫里有件令人难解的事，让诸位王爷难以心中之愤。是。不解开这个结，就不能君臣同心，共御强敌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什么事？请讲吧。先帝对诸王贝勒恩重如山，对宁贼多尔衮恨之入骨。可是有人竟冒大不韪，将多尔衮的孙女儿藏在了宫里。奴才说的是谁？太皇太后心里必定明白。讲下去吧。留了多尔衮后人一条性命，也就罢了。匪夷所思的是，这个人竟被冒充为先帝爷的亲女儿。他说的是谁？是端敏。端敏？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情？纸里包不住火，奴才什么时候知道，没什么要紧。你现在把这件事情拿出来，想要怎么样？奴才原本是想为太皇太后把这件事瞒下来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朝廷上全都传遍了。那又怎么样呢？诸位议政王刚刚议了议，他们一致推举奴才了结这件事。怎么了结？奴才也为难。当初处理多尔衮逆案，奴才等都是在先帝爷面前具了节起了誓的。对。要是现在这件事情没个说法，只怕当年处理这桩案子的诸位议政王爷们未免心寒胆战。何况大敌当前，不能平息众臣的不满，就很难使朝廷上下同仇敌忾。这么说，你们要问我这老婆子的罪了？不，奴才绝没有这个念头。太皇太后怜悯为怀，这心情奴才能理解，大不了一个小小的女娃娃嘛。奴才只是说，为了大局，太皇太后倘若能避避风头，亲自把端敏送到科尔沁去。你说什么？你既想让太皇太后离京？我明白了。好，我这就带她回科尔沁去。不行，皇阿奶，你不能走，这是个阴谋，这是个天大的阴谋。皇上言过了，奴才这是为了挽救危局。是啊，奴才们一片好心，怎么能是阴谋呢？那是阴谋。皇上正说，可屈人心了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朕拿下！拿下！哎，皇上，皇上，你皇上，太皇太后，刚才奴才所说的话，都是议政王会议上定的，听与不听，那就不是奴才的事情了。今天敢当着朕的面冒犯太皇太后，朕今天就杀了他！慢。自家人。
我说过，我可以带段敏离开，可是你们要向祖宗发誓，在这个时候，不准心生二意，要全力辅佐皇上。奴才发誓，一定力保皇上渡过难关。力保皇上渡过难关。你们去吧。谢太皇太后，谢皇上。王奶，您不能走，孙儿绝不会让您离开京城。凡事都要有个大局。我真没想到，月老会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件事情上发难。他真是高明的很呐。可是这件事情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华安乃为大庆操了一辈子的心，本以为上了年纪就什么也做不了，也好，也算是最后一次为祖宗江山出点力吧。华安乃也真想回科尔沁草原去看看。皇上，奴才这就带侍卫们拿下这群狼心狗肺的家伙。子清，切不可火上浇油了。老祖宗一辈子呕心沥血，不都是为了这份江山吗？他们还有没有良心啊？大敌当前，现在不是和他们较劲的时候。你就是把所有王爷都杀了，吴三桂就会退兵。皇阿奶年事已高，朕无论如何也不让他老人家离开京城。朕绝不会做这不孝的子孙。皇上稍安勿躁，先想好御敌之策。太皇太后的事会有办法的。莫非你已经有了御敌之策？奴才还在苦思苦想，要是有一支兵马能在这江岸边挡住吴三桂，哪怕只有10天，关外的兵马就能相继赶到。只要再和他对峙越狱，战局就会大有转机。对呀，朕怎么忘了皇阿奶的话？快，宣福神进宫。是。福全叩见皇上。二哥，快请起来。谢皇上，想起我了。福全刀已出鞘，剑已上弦，只等皇上吩咐。你是朕的好哥哥。来，朕想请二哥率领一支刚刚组成的新军，星夜赶往长江北岸。皇上请放心，只要福全活着，吴三桂就休想渡江。不，朕不是要你和他硬拼，朕是要你佯装成我8旗主力，用疑兵之计吓住吴三桂，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不肯渡江。当然，如果此计被吴三桂识破，或者吴三桂横下一条心强行渡江，那二哥就首当其冲了。皇上不必说了，马哥过世，为大庆死也值了。二哥，皇上，千万不要让皇阿奶和段敏离开京城，这是为兄临行前的唯一请托。朕明白。皇阿奶和端敏交给朕，这大清江山这就交给你了。臣告退。大王，快说，有什么办法留下皇阿奶？多尔衮，担心的事就要来了。外有内患，外有内患。好在玄烨已经远远胜过了他的阿玛，这一场场历练，总算是练出了模样。
有你的父母不太在，你的小孙女段明啊，他会活得好好的。老祖宗，皇上，斯莫尔嬷嬷，御医到了吗？到了，皇上别急，老祖宗无大碍。后空见。起来吧。谢谢皇上。听着，小心下药，出了差错，真要你们脑袋。注意了。九公，奴才在。传旨下去，没有朕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进此宁宫。这。皇上，老祖宗这身子经不住舟车劳顿了。有句话我不能不讲，皇上不能因为端敏格格的事伤了老祖宗。知道。吴三桂连克株洲、长沙、岳阳等地，声势大振。靖南王耿精忠、平南王府上知信也意欲起兵响应。康熙面临异常严峻的局面，北京城里大清宫廷彻夜未眠。皇上，奴才刚进宫时看到所有宫门都有王府兵友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乐乐果然是老谋深算。他们来人说，已经为老祖宗和端敏格格备了车驾，说是明天一早就要上路。我们该如何应对？这群畜生！老祖宗绝不能走。曹寅，朕听说你和端敏有桩未有挑开的情愫。奴才哪敢啊！如果朕把他指婚给你，你肯带他走吗？我什么我？她是格格，你就有非分之想；她现在是罪臣之女，你就没有这个胆量了吗？皇上如果把格格指婚给我，奴才一辈子会善待她。此话当真？这都是奴才的肺腑之言。好，朕没有时间去见她了，这块玉佩你拿着，就当做朕把她指婚给你的信物。记住，暂时不要告诉她的身份，也千万不要让她去见老祖宗。奴才明白。去吧。这。等等，你刚才说在宫外看到王府的兵员，这说明他们已然有了准备。如果万一你带不走格格，奴才就是死，也一定保护端敏格格。端敏自小伴朕长大，不管她身世如何，朕都把她当成是亲妹，绝舍不得让她受半点委屈。但是现在是为了大局，为了老祖宗，必须出宫，而且绝不能落到月老他们手里。如果落到他们手里，那老祖宗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。所以，
他能出宫，那是他的福分。如果他出不了，朕也只能委屈他了。皇上，前面送来加急战报，明珠求见。去吧。这。皇上，战报紧急，臣不得不来讨扰。快说。吴三桂正杀向通往长江的最后一道防线，朝廷兵马拼命抵抗，但敌众我寡，几乎增援也没有退路。现在看来，恐怕最多只能坚持2、3天了。行军什么时候可以赶到江边？日夜兼程也得5天。天？那就是说，等福全赶到，吴三桂可能已经打过长江了。果真如此，2个几万人马就必死无疑了。必死无疑。至死地而好生，朕就跟着吴三桂赌赌运气，赌赌胆量。他如果敢过江，那就说明天要灭朕，朕就重返关外，再图中原。皇上，云柱，你现在立刻带人去缉拿吴三桂在京城的儿子吴英雄。这。格格，救救奴才吧！出了什么事了？奴才，起来说。晚上老祖宗到了御书房，跟皇上说要把格格嫁到漠北去。奴才情急之下顶撞老祖宗，老祖宗大怒，让皇上砍了奴才的头。你说什么？要把我嫁到漠北去？皇上说，漠北千里没有人烟，哪里舍得呀？对。可老祖宗说，格格北上和亲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。等老祖宗走了以后，皇上为了格格，也是为了奴才，就什么？皇上就成全了格格和奴才。皇上让奴才把格格偷偷带入宫去。这个，就是皇上把格格指婚给奴才的信物。当然，格格不肯下嫁，奴才不敢强求。不，我们2情相悦，这当然求之不得。可是，皇阿奶待我恩重如山，我这样背逆他老人家，更何况我这样一走，会连累了皇哥哥。格格，没有时间多想了，一会儿西角门那儿有队送水的车，咱们就跟着他们偷偷混入宫去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不行，这样大的事儿，我要去见皇阿奶。我要把一切说清楚。不，格格不能去。格格，你现在去见老祖宗，就等于要了奴才的命，你知道吗？可是，我不能走得这样不明不白，我不能。格格，不行，来人，取我的披风来。格格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怎么？皇阿奶现在要见端敏？是啊，老祖宗一醒过来就想见端敏哥哥。兴许格格明天要走了，老祖宗是怕他心里不好受啊。哼，那就去告诉皇阿奶，说朕已经把端敏指给了曹颖，他们已经安全出宫了。皇上，朕这也是不得已。对了，为了让他老人家安心养病，嬷嬷再去告诉皇阿奶，就说岳洛那边朕已经平息得妥妥当当。是。指婚给了曹颖。老祖宗，这是件好事啊！您想想，
端明如果没有了格格的身份，就是到了科尔沁，又能找到什么好人家呢？这曹公子人好，家里又是知根知底的，是对好姻缘啊。哪位皇上想出这么个法子来？可是我知道月了，他是轻易不会放端明逃出宫去。老祖宗，您就放心吧。不行，不行，我要去瞧瞧。老祖宗，老祖宗，您身体虚弱，就歇着吧。啊，这大头的事，不能有一天三十，不然我对不起他。走，带我去瞧瞧。老祖宗，带我去瞧瞧。格格，你等等，老祖宗已经睡了。是老祖宗。皇上的刀，你，曹营，告诉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告诉我。请格格相信奴才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格格。这是皇上缝身的月儿璧，它不可能在你的手里。你有大事瞒着我。你讲。像，不然我带你去见老祖宗。事到如今，我不能不说了。月儿他们逼着老祖宗带你出宫。为什么？因为格格本不是先帝爷的亲女儿。端敏，哎，你怎么？我有话要问你。曹颖呢？曹颖，曹颖，奴才在。你出去！你出去！我哥哥让他出去。好，你先出去。这，端敏。皇哥哥，我究竟是不是皇阿玛的亲女儿？求皇哥不要瞒我。好吧，朕就告诉你。你的确不是皇阿玛的亲女儿，你的马夫是多尔衮。当年是皇阿奶想方设法才为多尔衮留下了你这唯一的后代，朕也是刚知道，但是没想到这件事被月乐他们当成把柄，他们要逼你和皇阿奶去科尔沁，朕是没有办法，才想出让曹颖带你出宫。端敏。皇哥，说的话不要说，端敏，不要说了，别这样，端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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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这样，皇上把这把刀交给曹颖，不就是？端敏，端敏，朕真的是没有办法。我绝不怪皇上，皇上和老祖宗对我恩重如山，端敏无以为报，却给苍天惹下这么大的祸事。求求皇上让我去死，我死了月亮就再也不能逼迫老祖宗了，求求皇上。
快说，宫里怎么样？已然闹翻了天，端敏格格突然失踪，皇上颁旨要大内侍卫进入各宫彻查。查到了吗？还没有。除此之外，奴才看见御医们在慈宁宫进进出出，有人说太皇太后患了急症。这不会是真的。走，上哪儿去？进宫。二位王爷请。臣叩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皇上，臣听说端敏不知去向啊，朕正在命人寻找。你们不是已然派兵把住宫门了吗？还怕找不着？报！启禀皇上，奴才们正在巡后院，突然见登楼库燃起大火，将火扑灭之后，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，但是身份无法辨认。可是，找到了些端敏格格佩戴的饰物。总算是找到了自己的归宿。雨乐，臣在。想必你是要去验明正身了。去验验也好，臣对大家也好有个交代。站住！高王爷，什么事儿急救？玉王爷的奏报，他率领大军日夜兼程，再有3天就可以到达江边了。这，兵贵神速，这二阿哥不错呀。王爷，火起前从乾清宫里绑走了一名皇上身边的内侍，不知去向。回去，这尸身不验了。我说，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哎，闹！我原以为你能闹出点什么眉目来，可事到临头，你还是吹灯拔蜡，蔫不出回来了。你相信端敏死了吗？他绝没有死，这是个李代桃僵的把戏。李代桃僵？烧死的一定是那个乾清宫的太监。你既然这么确定，怎么又不查了呢？说话呀！其实端敏是死是活，没什么相干。咱们是想用这件事儿把太皇太后逼出宫去，可是现在，太皇太后病着。这一切肯定都是皇上的安排，他的胆识，他的手段，远非几年前可比。再加上个福全，让他屈从难喽。你这话说的倒是有点道理。看来皇上的确也成人了。既然他能担得起这份江山，你我何苦又这样闹来闹去啊？哎，咱们这么和他过不去，这份仇啊，算是结下。百年修来同船渡，这也是你们的缘分。谢皇阿奶这18年的养育之恩。不要说这些。出了宫，有什么难处，一定要告诉华阿奶。等咱大清江山的天空放了晴，华阿奶
会时常请你回来的。苏沫儿，帮端敏去规制规制。我有几句话要对他说。是。曹颖儿，奴才在。起来说话吧。谢老祖宗。说句心里话，把端敏给了你，我不甘心。可是难得在这样的时候，你能这样对他。在奴才心里，格格永远是尊贵的格格。奴才会一辈子尽心尽意，不让格格受半点委屈。你这话我可是记住了。若是听说你亏待了他，我就先打断了你的腿。待会儿你就悄悄带他出宫，我会让内务府拨给你一笔安置的银子。至于你的前程，就是为了端敏，我和皇上也绝不会亏待了你。老祖宗的大恩大德，奴才一辈子不会忘记。报！江汉急报！江汉急报！报！江汉急报！启禀皇上，江汉急报！叛贼吴三桂10万兵马迫近长江，我守军拼死抵抗，所余士卒不满3000，如无援兵，江防必失，望被扣守，臣海得寿。纳兰，奴才在。朕还是不放心傅全，你到军中去帮朕给他出出主意吧。这，奴才马上动身。等等，还是不要去了。一旦吴三桂过江，朕不想失去傅全，再失去你。谢谢皇上的关爱，可眼下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奴才拜别了。所剩无几了，王爷，恐怕我们赶不到江边，吴三桂就要渡江了。动摇军心，往上！撤出！撤出！
王爷，请看，就剩下这几个不知死的东西了。王爷下令吧。哼，困兽难斗啊！别伤了我的弟兄们，把他们都活了天上去！走！王爷，江对岸好像没有守军，管他有没有，不能让朝廷的军队有半刻休息。王爷，快下令渡江吧！王爷，末将去调集渡船。扎营。玉王爷。 禀报玉王爷，海盗社将军全军覆没，吴三桂已然在对岸安营扎寨。王爷，前面又是江边了，如果吴三桂强行渡江，我们恐怕也会重蹈海将军的覆辙。闭嘴！海兽为国捐躯，堪为我大清国的楷模，却在这里胡说。让他吴三桂来吧，我夫权要在这儿跟他决一死战。就。 玉，纳兰公子，奴才纳兰幸德叩见玉王爷。你怎么来？皇上让奴才助王爷一臂之力。宫里的亲事怎么样？一切都好。皇上正在调西北铁骑南下。海德寿全军覆亡，这一仗，王爷不必着急。这里距离江防还有多少路程？30余里吧。 走，我和王爷去看看江边的情形。就。皇阿奶，孙儿刚刚接到福全的急报，他怎么讲？海德寿率领守卫江防的8万将士全部战死，吴三桂。 已然陈兵长江南岸了。吴三桂一旦过江，福全也将无力回天了。西北的兵马快要到了吧？快了。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，西北的兵马也要尽快南下。皇阿奶说的对，不光西北的兵马要尽快南下，还要赶快寻一个可以统调全国兵马的帅才，不能再各自为战了。 拜谁为帅？皇上拿定主意了吗？我看皇上心里已经有谱了。说吧。孙儿还没有下定决心。是难以启齿吧？不错。因为这个人选是于漏。好。有胆有识。皇阿奶也想到了，他可是对您大不敬。 他和皇上斗了这几个回合，都没能战得上。尤其是这次在端明的事情上，不管怎么说，他是我爱新觉罗家的子孙。况且他确有带兵打仗的本事。如果皇上能够以德报怨，皇阿奶说的不错。可是这个帅印，他肯接吗？自古以来，受帅印有2类，一类是急中求人。 一类是以威慑人，接帅印的人心中怎么看皇上，这就是试金石。他要不能成为你的忠臣，就只能当你的敌人。来了，2位先生来了。 先生，自打发兵，王爷抢关夺隘，从没有片刻犹豫，等了1天1夜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只要渡过江就可以直捣京城，怎么反倒按兵不动啊？你们呀，远不知道王爷的心思。
那好了，各位稍安勿躁啊，我们俩马上去见王爷。好。王爷，披件袍子吧。你们是不是有话想说呀？外面众将都在议论，不知王爷怎么打算？在下以为，用兵贵在一鼓作气，趁江北还没有八旗的主力。你怎么知道没有八旗主力啊？直到现在，对岸还没有动静。没有动静，不见得没有布置伏兵。这是朝廷的事情，本王比你们清楚的多。康熙虽然年少，可是他有皇阿奶在。诸多的王爷当中，也不乏有领兵打仗的帅才，他们肯定要调西北的八旗南下，那可是一支不好对付的兵马。当初李自成的几十万大军，那都是被他们踩在了铁蹄之下，贸然渡江，胜负难料。可在下觉得，他们未必来得及调集兵马。如果失去战机，荆南平王两府到现在都没有起兵，我不能把我的全部家当赌在眼下这一仗上。王爷，众将求战心切呀！王爷，拼死一战吧！报！启禀王爷，江对岸来了兵马。以为这样真的可以吓住吴三桂了。吴三桂一向谨慎多疑，他在江边驻扎了1天1夜，却始终没有过江，就足以说明他心存疑惑，不敢擅动。哼，当年朝廷把他的儿子孙子留在京城，是部绝妙的好棋。他现在不能不有所顾忌。年近迟暮，没了儿孙，他这个伪皇帝，怕是做也做不出滋味了。人家说你是我满家的第一才子，不而不假。二阿哥言过了。再过一会儿，天就亮了。请二阿哥下令，所有兵马后撤10里扎营。后撤10里，兵不厌诈，这文章要做得扎实些。嗯。幸亏我们没有渡江。末将以为是虚是实，也未可知。对，王爷，咱们不如趁他们立足未稳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是啊，王爷，末将愿做先锋，率5000精锐先行渡江。王爷，不能再犹豫了。闭嘴！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在下揣摩，在渡江上，王爷苦思进退，必定是另有所虑吧。要是再倒退10年，老夫就不会这么犹豫了。现在已经是年过半百，心身疲惫，能走到这一步，也实属不易了。再说，应雄父子俩也在康熙手里头。王爷，莫非您想划江而治？王爷，哎，我问你们2个人。自从咱们进了湖南境界以后，你们在市井小巷听到什么没有？说呀！那些街谈巷议，王爷不必放在心上。我是问你们听到了什么没有？他们说王爷您先判明，后降清，恐难服众望。还有什么？他们说，倘若王爷要过江夺天下，
就该拥立明皇的后裔，这才名正言顺，不然绝难成事。说说你们的见地。在下以为，自发兵至今，王爷行得光明磊落，是因朝廷而起，是他们过河拆桥，不讲信义，轻言撤藩，才逼得王爷不能不反。可是，一旦过江去夺大清的天下，还是要有一番说辞才好。在下以为，他的话有道理，但是既然已经起兵，就不能半途而废呀。所以，这江一定要过，仗一定要打。等到了北京城下，无论王爷做什么样的决断，即便是退回江南，划江而治，那也是易如反掌啊。好，你们两个命令诸将，明天准备过江。是。王爷，晨雾散去，末将用远望镜查看，那对岸竟怎么了？竟没有一兵一卒了。啊？这是耍的什么把戏啊？昨天晚上还那么热闹呢。哼，疑兵之计不足为虑。疑兵之计，这说明对岸的清兵不会太多。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你们对大清的八旗铁骑支持甚少，他们善于骑射，但是水战、步战，那可不是他们的长处。王爷的意思，在下明白了，他们是扬己之长，避己之短。展开这块开阔地，想诱我们过江，敢诱我们渡江，那倒真可能是八旗的主力了。八旗的主力又怎么样？就在这块空地上，我们能杀他个人仰马翻。对，王爷，现在下令吧。王爷，船已经备好了，下令吧。王爷，我们就等上马了。王爷，京中密函。王爷，殿下一家被抗西南路大牢了。你们都给我听着！清兵胆敢过江，就给我杀个片甲不留。但是不能擅自延战，违令者杀。是。皇上，玉王爷报喜的折子，快拿几个看！吴三桂果然中计，眼下已到第20里安下营寨。好，极好！这是镇主平藩以来收到的第一份喜报。杨九公，卢太太，快将人送去给老祖宗，叫他老人家也高兴高兴。知道。明珠，臣在。朕要给纳兰记上一功，是他给朕出了个好主意。这是皇上的圣断。不过臣也接到一个坏消息。什么消息？迫于压力，单可喜和耿精忠也有起兵的迹象。皇上，吴三桂派人送来密信。吴三桂在信中说，倘若皇上肯放回他的儿孙，他答应不再北上，愿与大清分江而治。分江而治。妄想！皇上先不要动怒，臣想，你想说什么？皇上说过，时间对朝廷有利。臣以为可以先和吴三桂谈判，这是拖延时间的好办法。甚至可以部分答应他的要求，只要战局彻底扭转，我们随时都可以。一国之君，跟他吴三桂没有谈判可言。对，若是谈判，岂不是承认了他大周的假皇上吗？
朕不但不要跟他谈判，朕还要让他知道朕平藩的决心。杨九公，随朕出宫。王兄，你这2天的精神不大对呀。我也是噩梦缠身了。你说咱们把太皇太后和……臣恭迎皇上。报告起来，这是在家里，不必行此大礼。谢皇上。不知皇上驾临，未能远迎，朕不期而至。快请皇上屋里讲话。你们2个倒是蛮有闲情逸致的。朕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。福全的大军已然将吴三桂的兵马挡在了长江南岸。这是皇上的圣明，大清的福音呐！是啊，是啊。这吴三桂来了折子，说是要和朕隔江而治。隔江而治，他可真是痴心妄想啊！哼，娱乐，依你看，这下一步，娱乐，皇上问你话。这下一步，臣以为皇上可以反手为攻了。好，朕就是想让你们2个带朕出征。臣前一阵子对皇上多有不敬，这统兵大任，还是请皇上另择贤良吧。另择贤良？难道你们2位不是朕的贤臣良将吗？娱乐，臣在。倘若朕不把你当作是贤良，当初先帝遗诏的事情，朕也不会先去找你商量。你是先帝的兄弟，也是先帝的左膀右臂。朕以为，你若想篡权当皇上，也不用等到今天，是吧？不错，你是做了不少错事。苏克萨哈的事有你，班布尔赞的事有你，福全领兵出走的事也有你。但是朕从来没有把你当作谋权叛逆的佞臣。如果真是那样，朕绝对不会留你到今天。这些年来，你缺少的不是忠心，也不是才智，你缺少的是一份对朕的信任。你不相信朕能担得起这份江山，也不相信朕能做个好皇上。皇上，臣对皇上大不敬，罪该万死。臣糊涂啊！人生在世，孰能无错？改了就好。朕的话还没说完。当初你们没有把信任给朕，但是今天，朕把这份信任给了你们。起来，起来！你们不必这样。朕从没忘记你们是爱新觉罗的子孙，你们跟朕是一家人。西北秦王的兵马陆续到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2个就是朕平叛大军的正副统帅。朕命你们3日内领兵南下，到了那天，朕不但要亲自为你们送行，朕还要用吴三桂儿孙的人头替3军祭旗。臣遵旨。奴才参见皇上。2位王爷，朕就等着你们凯旋而归了。奴才绝不负皇恩。低声。谢皇上。皇上请。
英雄殿下一家在京中被杀了。王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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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爷！公元1674年，也就是康熙13年，由于吴三桂迟迟不敢渡过长江，失去了战略上最有利的时机，使康熙的反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在康熙的亲自部署下，西北大军赶到荆州、襄阳一带，组成荆襄防线，使吴三桂被迫停止北上东进。与此同时，康熙授安亲王岳乐为安远平寇大将军，授康亲王节书为奉命大将军，授豫亲王福全为扬威大将军，转战各地，与吴三桂等叛军展开殊死拼杀。公元1678年，康熙17年，吴三桂虽于湖南衡州正式登基，但短短5个月后病重身亡。至此，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，很快平定了三藩。皇上驾到！孙儿叩见皇阿奶，给皇阿奶请安。起来，起来吧。皇阿奶，寿宴已经全都准备好了，大臣们都在等着给您祝寿呢。嗨，什么祝寿不祝寿的？今天又有什么好信儿了吗？有，川陕的叛军已人悉数剿灭，云贵也在收复之中。看来天下真是要大的，要不是这一封封报喜的折子啊，我还真是没有做寿的心气儿了。皇阿奶，孙儿提前给您拜个寿。你要啊，孙儿让他率大军去广东缉拿上知信。上知信是。这么多年了，怎么没有青儿一点消息？听说他早就离开平南府。皇阿奶放心，这一次我一定会找到他。老祖宗，您的贵客到了。哟，皇阿奶，皇阿奶，我的乖宝贝儿啊，我们总算是又见面了。我想皇阿奶，天天都想着皇阿奶。好好好，让我瞧瞧瞧瞧。曹云那小东西没有委屈你吧？没有。现在可好了，吴三桂死了，仗也打完了，你也可以经常进宫来看看我了。这一次进宫，一是为了给皇阿奶祝寿，二是为了跟皇阿奶怎么了？辞行的。辞行？我要跟他走了。哟，曹颖啊！老祖宗，皇上让奴才去做江南织造。好，去吧，去做个清清廉廉的好官，也不辱没了我的好孙女儿啊。奴才记下。起来吧，张敏，来，你也过来。这是你马夫用了一辈子的病人，是他的精神所在。丫头，该给你马夫上炷香了。
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！9岁时就跟着弟弟多多同长一起，16岁那年跟着太宗皇帝远征察哈尔，被赐号为摩尔根代卿，就是最聪明的统帅。而后南征北战，他身上的刀伤数不胜数。当年那些开疆拓土的大战，让你至今都能从这刀锋上闻出血腥的气味。自打太宗皇帝归天，他放弃了帝位之争，立定先帝做了皇上，而自己只当了摄政王。大清之所以能够平定中原，少说也有你马父的一半功劳。那他为什么成了逆臣？这不是一句话、2句话说得清的。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，不要因为你的马父而抬不起头来。他是我们爱新觉罗家第一把头，是天下所有男人的楷模。奴才叩见玉王爷。起来。大人，我们总算又见面了。听说王爷要南下广东，怎么着？想跟我走一遭？我身边正缺你这样的军师。这正是我要对王爷说的。可是，不知道皇上。你去说说，本王等你的好信儿。朕知道你惦记着青格儿的下落。但是，你不能离开朕。皇上，奴才……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来，朕带你看几样东西。来，这是几位法国人送给朕的。来看，这是学算学的计算器。啊，这是半圆仪、角尺。这些日子，朕对西洋的天文学、医学、算学都颇感兴趣。大清要立于世界之列，必要吸纳西学为我所用。哎，朕在跟你说话呢，你愣着干什么？奴才对这些知之不多，远远不及皇上。莫非？你婚后的日子过得不痛快？举案齐眉，相敬如宾。只是这心里，总少了些着落。这话怎么讲？奴才一事无成啊！平凡大战以来，多少人为朝廷立下了赫赫战功，连曹寅也要去江南了，而奴才却一直止步不前。怎么能叫一事无成呢？啊！你福全把吴三桂的大军挡在长江边上，那就是天大的功劳。功在二阿哥，奴才恳请皇上，准奴才随二阿哥出使广东吧。你是不是觉得在朕身边委屈你了呀？这样吧，除了去广东，4品以下的官职，朕任你挑选。奴才不明白，这广东，奴才为什么就去不得呢？因为只有你才敢这样跟朕说话，所以，朕就是要把你留在身边。朕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，这任你挑选官职，难道还不算是仁至义尽吗？奴才只是想知道，皇上为什么不准我去广东？你以为朕是怕你找到青格儿啊？错，朕是怕你把青格儿看得比朕还重要。他生死不明，
他的确比皇上更需要我。又错，他现在最需要的是朕。倘若他还在水火之中，那这普天之下，谁能去解救他呀？只有朕，也只有朕才能让他一辈子幸福。皇上是可以让青格尔一辈子幸福，只可惜皇上没有这么做。你放肆！皇上不是喜欢我的直言吗？算了，朕就把你和曹营一样外放为官，这你总该满意了吧？不，奴才只想去广东。这么多年，你这支油的脾气怎么丝毫未改？去广东，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请皇上恩准，奴才辞去差事，重做布衣吧。朕准了。是朕告诉你，你会后悔的。总有一天你会回来求朕。奴才叩谢皇上。好个狂妄的东西！朕能征服得了天下，就不信征服不了你。兄台，子清，小弟就要登城了，今个晚上咱们一块喝几盅。好，走。我还没有向你贺喜呢。江南织造可是个极为要紧的差事。啊，对了，你到了江南有件事。我知道，兄台说的是青格尔吧？我也在想，江南是他的家乡，离开广东，那很有可能是他的去处。就请贤弟多多上心了。哦，对了，刚才你和皇上说话，我都听到了。小弟实在想不明白，既然皇上答应给你官职，你为什么不趁此机会找个好的去处？你的满腹才华，不就有施展的地方了吗？你真以为皇上会把我外放出去？难道皇上今非昔比，远不是给你我写下免死诏书的时候了。唉，这宫里就是块既能让人升天，又能让人入地的地方。我曹营总算要迈出这道宫墙了。你留下也没有大碍，皇上永远不会怀疑你的忠心。这倒是，我和兄台不同，兄台还有身傲骨，我呢，我是甘于做皇上身边的奴才。贤弟何必这样讲？这是实话。做奴才是会让别人看不起，可是这样的主仆才能免去戒心，彼此快活。想来你这番话也有道理。当然有道理了。你为什么会惹上一桩桩祸事？就是因为你生了一个奴才的命，却长了一颗做人的心。你以为我甘为奴才，皇上就会高兴吗？很多时候，皇上是需要有个能讲真话的人在他的身边。只是现在，功德渐渐圆满了，皇上就不能再容忍一个特立独行、敢于说不的人了。这些道理你都明白，那为什么还要自找麻烦呢？知易行难。皇上就是要改改你的秉性。难呢？你不怕有一天？是。我知道那一天，迟早都会来。来就来吧。也许，这就是为兄天定的命运。皇上，
皇上累了吧？皇上好像有心事。今天朕有一喜一忧，一怒一恨。你猜猜看？臣妾哪猜得到啊？哎，你就让你猜。这喜是不是前方又有了得胜的战报？不错，国权到了广东，没动一兵一卒，这上知县就小了。这忧是不是没有找到青格？贵妃果然是聪明。皇上不用太担心了，只要派人去找，总能找到的。3年，说若没此天去哪儿？就算是四处漂泊，应该也是吃尽了苦头。接着猜。这怒是不是有人得罪了皇上？可是谁有这么大的胆？你应该猜得到啊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想必你心里已经猜到了。他又得罪了皇上，简直是不可理喻。朕已经答应让他在4品以下的官职任意挑选，他竟还不肯识抬举。朕说一句他就顶一句，执意不肯留在朕身边。朕恨不得把他给……贵妃，臣妾听着呢。朕不是让你听，朕是让你说。这恨就别让臣妾猜了。让你说。臣妾觉得这恨有自于2个心结，一个是纳兰，一个是青格。说下去。这些年，皇上一直放不下青格，因为她是皇上最喜欢的女人。可是为了江山社稷，皇上不但不能纳她为妃，还要把她远嫁千里。惹怒皇上的是这份无奈与亏欠。接着说。说到纳兰，皇上不肯放她离去，是因为她有可用的才华和人品。可是皇上也许真的不应该把她留在身边，她和皇上有着态度相近的地方，同样的心高志，同样的学富聪锐，同样深爱着青格。可是皇上不能容忍这样的相近，不能容忍青格的心始终在他的身上，更不能容忍他的特立独行。而且皇上越来越发现，一切可以挡道的东西都可以碾碎，却唯独碾不碎他那身傲骨。放肆！你哪还敢替朕张扬？朕就不信朕能征服天下，就征服不了一个女人和一个奴才。皇上，起来。看来这些年你的心智也大有长进，朕实在是应该对你刮目相看了。后宫佳丽3000，但是知朕心者，只有爱妃你啊。姨娘，姨娘，程护，来来来。程护，乖不乖啊？